今次從深圳灣過關，由呢個深圳灣公園進入，踩過去蛇口，唔使喺馬路行，喺公園踩嘅感覺係如何嘅呢？大家跟住嚟啦！大家如果想喺海濱公園踩單車，記住週末、週日同埋公眾假期係唔俾踩單車㗎，大家要留意下啦。呢個咖啡飲海上世界呢邊維修緊，明華號啊！上去要買飛嘅，個驛站喺度。公園入邊都有好多擺設，好似呢個似國際象棋嘅造型啦。寶天，剛才見到一間叫山海便利店，而家見到呢間叫山野便利店，唔同嘅佢喺商場入邊咯。對面就係邊度咧？女媧像啊，見到個頭嘅，呢度見到個頭，白色個頭嘅，行前啲先會有機會見到。而家見到個頭啊，遮住咗。呢個成個都似個龜殼咁樣，成個龜殼咁。呢個龜殼咁咯。